大家好啊，又翻嚟智解三國啊，又係我講古佬黃天啊。上回講到呂布啊，打咗幾場敗仗啊，仲輸埋長安城添啊。跟住落難，佢去咗邊呢？呢個傻佬咧就先去投靠袁術喎。咁但係袁術咧就都係一個小人嚟噶。你睇袁術啊，18路諸侯啊唔肯發糧俾孫堅，你就知道佢係一個咩人啦。往往都係機關算盡啊，希望自己得到最大嘅利益。袁術又點會諗唔到啊呂布殺董卓、殺丁原嘅事件啦？所以冇得傾啊，一腳就踢佢走啊！俾人踢走咗之後咧，就死死地去走去跟張楊喎。咁張楊咧手下就建議啊，擒拿呂布交俾李傕同埋郭汜兩個。咁呂布蠢啫，但係其實佢啲手下都蠢唔晒嘅。咁有啲耳目咧就聽到呢件事咯，咁啊話翻俾呂布聽。咁呂布咧就即刻問啊，之後轉過嚟咧就投靠袁紹啦。咁啊袁紹咧呢條友啊精甩邊啊！佢同袁術咧都係機關算盡噶啦，不過咧袁術咧就細膽，仲要怕麻煩，所以就踢走咗呂布。袁紹就唔同啦，大把錢大把糧，仲有好大量嘅兵馬添，手下猛將有顏良、文醜、張合，我真係怕你呂布有牙咩？於是乎咧佢就收納咗呂布啦，但係不過一陣咧就即刻使呂布出去打嘢咯喎。話說就咁嘅，有一隊咧就叫做黑山軍。呢隊嘢係乜東東呢？就其實咧係黃巾賊亂黨咧留低嘅死剩種嚟噶。當時咧就分咗21個勢力，咁咧就自己起兵噶。其中一個咧就係叫做黑山，咁啊其他嗰啲都唔講啦，因為講你都唔識噶啦。除咗張燕一陣間會出現嘅，仲有楊奉，咁啊打三國志都會有見過呢兩個人嘅。咁佢哋各自勢力咧就大概係2-3萬至到幾千人不等啦。咁佢哋嘅勢力分佈範圍咧都係包住袁紹噶。因為當時朝廷軟弱啦，平定唔到佢哋啦，咁啊亦都安撫佢哋嘅關係咧，就拜呢個楊奉咧為黑山校尉啊，希望佢咧就掌管住黑山軍咧，就唔好搞嘢啦。但係往往呢啲事情都唔會有你諗咁簡單嘅。去到公元193年啊，黑山軍啊集數萬人啊攻入袁紹嘅鄴城啊，仲殺咗袁紹嗰陣時嘅太守啊律成添噃。哇！喺呢個時間，呂布凳都未坐暖就要出戰啦。喺同年嘅6月啊，袁紹先出軍圍攻啊。5日之後大破黑山軍啊，斬殺數萬餘人啊，仲斬殺7員大將啊，劉碩、青牛角、黃龍、左校、郭大賢、李大木、于士根。嗱，真心啊，聽眾如果你哋真係識嘅呢，就真係好勁啦，真係俾個獎你啦，唔該。咁啊，跟住講下呂布嗰邊呢，就打張燕咯。張燕呢就召集咗匈奴人添啊，喺常山嗰邊交戰啊。咁啊，好明顯張燕嗰邊難打啲啦。咁佢有數萬嘅步兵啦，仲有數千嘅騎兵噶。咁啊，袁紹邊有死錯人噶？自己有啊，梗係打啲易噶啦。你啲咁嘅外來人坐凳都未坐暖，我梗係掟你出去打啲勁嘢啦。死就死你嘅，又唔關我事，係咪？咁啊，但係真係的確係難打噶，同呂布打成均勢噶。打咗一陣之後呢，呂布食翻自己老本行啊，衝入敵陣萬人斬啊。咁佢呢就帶住手下呢成廉同埋魏越。咁啊，衝咗入去張燕嘅陣營裏面啊，斬殺而出啊，連戰數十日啊，張燕呢就死傷好多人啦。跟住呂布所帶嘅袁紹軍呢就疲憊不堪啦。黑山軍呢亦都元氣大傷喎，失去眾多山賊嘅首領，軍馬亦都死傷不計其數。從此呢，黑山軍呢就不復當年啦。咁呢啲啊冇乜陣法，睇下邊個勇猛啊，兵多啊，或者裏面有邊個武將係能夠萬人斬嘅，咁咪贏咯。嗱，呢啲嘅打法咧就完全啱晒呂布啦，咁啊所以袁紹咧派佢去就 very good 啦。咁擊退黑山軍，呂布都應記頭功嘅。但係咁噃，打完場仗翻嚟，呂布啊開開心心諗住領獎啊，不但冇獎領，仲等佢投閒置散添。熟讀三國嘅大家都知道袁紹係啲咁嘅人嚟噶啦，搞下搞下呂布冇癮啦，呂布冇癮咧就喺度發脾氣，我走啦咁樣。咁啊袁紹仲醒，佢話你走啊，好啊，咁我派30壯士同你送行啦。呂布心諗咁筍，我走你仲要送我走？喂，唔係喎，今次係醒少少啊，俾佢諗到，喂，佢哋唔係想斬我係嘛？咁啊袁紹啊搞場大龍鳳啊，揾30壯士咧就搞個宴咧，就諗住同佢送行嘅。跟住然之後呂布啊鬼鬼祟祟啊，哎呀揾條友走去彈琴，使開佢哋嘅注意力先。跟住自己咧就趁機走佬啊！呢條友咧就真係樣衰到冇朋友啊！上集啊講到黃允都保薦咗佢係奮威將軍同埋溫侯啦。喂，唔係樣衰到咁樣逃走係嘛？唉，算啦，唔好成日踩佢啦。
接下嚟咧就去到講到陳宮嗰一集啦，咁啊邀請咗呂布入去呢個濮陽城噶嘛。嗱，未睇就快啲睇翻啦。鏡頭一轉咧，我哋咧就講到呂布已經佔據咗濮陽城啦。咁而曹操咧就喺東邊咧翻回兗州救城嘅。曹操就隨即攻打濮陽城啊，呂布咧就出城迎戰噶噃。呂布咧就屯兵喺濮陽城嘅西邊46公里。曹操見到咁嘅情況，仲使乜諗啊？佢最叻係咩啊？夜襲啊嘛，再唔係就劫糧。所以曹操咧就漏夜攻入呂布嘅城寨啦，打至早上啊！呂布見狀啊，嗱嗱聲率軍救援啊，仲三面圍攻曹操添啊！呂布親率大軍啊，由早打到晏晝啊，數十次嘅激戰啊！曹操見到呂布嘅如此勇猛，都頓時劣劣地啊！佢馬上喺陣中招募壯士衝陣。曹操陣中最好帶邊個啊？我諗大家都知噶啦，係典韋搶先響應啊！佢即刻帶領數十人啊，穿兩重盔甲啊，迎住呂布咁衝出去，勢不可擋啊！典韋孭住10多支嘅長戟，一路衝一路掟入敵陣，呂布軍無不應聲倒地啊！最後呂布啊要夾住尾巴走啊！喺呢個時間咧，佢又搞咗一輪，到最後咧都輸埋個濮陽城啦。咁喺呢個情況咧，啱啱啊劉備咧就接手咗呢個徐州城喎，因為陶謙咧就病逝。咁啊呂布啊又敗喺曹操之下啦。咁佢咧就向東行啦，然之後咧就投靠劉備咯噃。咁啊徐州州牧嘅劉備咧就收留咗呂布啦。之後我諗大家都知發生咩事啦，搞到徐州又好混亂啦。嗱，聽到呢度咧都唔使聽我嘅評價啦，我諗大家對呂布咧都心裏有數啊。我哋睇下曹操嘅最強軍師郭嘉係點樣講佢嘅，《三國志》嘅魏書第14卷，郭嘉係咁講嘅：布之威力不及項籍，而困敗過之。若乘勝攻之，此城擒也。郭嘉曾經將呂布同項籍比較過嘅，項籍咧即係項羽，大家都叫項羽就項羽啦。其實項羽咧正名係項籍，羽咧係個字名嚟嘅啫。嗱，咁唔使我講啦，亦都坊間好多議論紛紛，究竟呂布好打啲定項羽好打啲？明軍師郭嘉已經講咗啦，項羽係好抽啲嘅。好啦，呂布入咗徐州之後咧，其實呂布咧都好中意聽阿陳登講嘢嘅噃。仲一度拜咗陳登做智囊添，《三國志》嘅魏書《呂布張莫壯雄傳》裏面嘅陳登係咁樣講噶：是將軍譬如養虎，當飽其肉，不飽則將噬人。好顯淺啦，大家都明噶啦。養呂布啊，就同養住劉備一樣，都係咁麻煩嘅。咁劉備呢，我哋遲下都會講噶。嗱，喺呢個時間，我哋又睇睇《三國策》先，翻嚟我哋會講下佢嘅手下猛將高順有幾勁。睇咗咁多集《三國策》，除咗好玩、有戰爭感同埋英雄感之外，我哋嘅配套仲非常之完善噶。上集講到我哋開發咗個 Apps 啦，我哋而家仲有水貼滿滿的勝事啊，你就可以知道我哋有幾咁長遠嘅計劃啦。喺模型方面，我哋除咗士兵武將之外，我哋仲開發咗城牆、戰樓，嚟緊仲會有戰鼓、村落、圍牆、小城鎮添噶。呢一啲古代中國嘅建築物係我哋獨家開發嘅。希望大家支持下本土製作，《三國策》絕對俾到你哋驚喜啊！有興趣即刻向各代理攞優惠碼，購買你中意嘅武將翻屋企。睇完簡報又翻嚟啦。講到高順呢，其實佢原名係叫高慎。咁點解演義會同佢改咗名呢？原因呢，就因為喺三國時代之後啊，北魏嘅時代啦，有一位比三國時代嘅高慎更加出名嘅高臣。咁佢喺北魏時代咧就係驃騎大將軍嚟噶，咁所以為免搞錯咧，佢就改咗名為高順啦。咁我哋都係繼續叫翻佢做高順啦。嗱，史料咧並冇記載到高順咧究竟幾時效力呂布嘅喎。咁喺《三國志》嘅英雄記裏面咧，王粲咧就咁講噶：順為人清白威嚴，不飲酒，不受賄賂，所將700餘兵，號為1000人，鎧甲斗具皆精練齊整。每所攻擊無不破者，名為陷陣營。喂嗱，王粲呢高度評價，即係個人呢又唔貪啦。本部兵馬700餘人，但係打起上嚟就過千人嘅威力，防具武器都係精練嘅，打親每一場仗都贏噶。所以我就係話高順係呂布嘅第一員猛將，而並非張遼。嗱，《三國志》嘅呂布傳嗰度係咁樣講噶：順嚴守軍紀，軍備嚴整。且作戰時勇猛，每次能快速攻陷對方，攻無不克。喺公元196年咧，呂布趁劉備打袁術嘅時候咧，就突襲下邳城喎。
下邳城到手之後咧，呂布就去咗太守府啦。不料咧，郝萌咧就發動叛變，呂布都唔知咩事，跟住咧就慌忙咁逃走，走去揾高順啦。高順見呂布急忙地衝入軍帳之中，高順咧就即刻扶住呂布，俾翻個主席位呂布企嚟到掩飾佢狼狽嘅樣啊！高順喺軍帳裏面，眾將面前，主公，末將隨時領命。謀反啊！下邳城有人謀反啊！高順就問呂布啦，有冇反賊相關嘅線索呢？呂布就話：喂，好似係河北口音嘅人嚟噶。高順就立刻判斷反賊是郝萌，眾將士隨我起兵擊殺郝萌。嗱，呢件事就咁就俾高順擺平咗啦。之後咧，高順咧亦都對呂布諫言噶：凡破家亡國，非無忠臣明智者也，但患不見用矣。將軍舉動不肯長思，接起言誤，誤不可數也。即係話一個勢力敗亡咧，就唔係冇賢臣，只係你唔肯聽啫。做任何嘢都唔去思考下，淨係聽中意聽嘅嘢，錯嘅嘢亦都不計其數。喂嗱，高順，你講到咁白，又好難令呂布接受噶噃。就正因為高順咧係一個咁直白嘅人咧，所以佢得罪咗唔少人噶。佢同陳宮都唔和噶。嗱，縱使高順有幾勁都好啦，去到後期咧，呂布都係唔想用佢噶。因為呂布同魏族咧有親戚嘅關係，所以呂布咧將所有高順嘅兵馬咧都撥咗俾魏族噶。而有任何事要打仗嘅時候搞唔掂啦，就叫高順出嚟，就俾翻啲兵佢，打完又收翻佢啲兵。但係高順都係毫無怨言，默默咁效忠噶。去到呂布嘅晚期啦，公元197年啊，東海人士蕭健啊就向呂布獻上貢品，但係咧就俾藏霸咧搶奪晒所有嘅物資啊！呂布知道咗之後咧就嬲豬啦，佢就話要攻伐藏霸啦。縱使高順啊冇晒兵喺手啊，佢仍然都會諫言噶，同呂布咁講啊：將軍谷殺董卓，威震夷狄，端坐顧盼，遠近自然俱服，不宜輕自出軍，餘或未捷，損名非小。咁呂布啊，梗係唔聽啦。藏霸就果然咧堅守城池啊，呂布咧亦都不能攻克啊，所以令到呂布咧就無功而還啦，損兵折將不特止啊，仲要醜豬添啊。去到最後啦，公元198年啊9月，呂布就命令高順同埋張遼一齊攻打劉備嘅小沛城啊。嗱，當時曹操咧就命夏侯惇率軍去營救劉備嘅噃，但係被高順打敗啊。夏侯惇無功而還之後咧，同一個月咧，曹操就親自出兵攻打呂布啦。呂布連續3次戰敗啊，最後逃到去下邳城堅守不出。等到12月，侯成、宋憲、魏續等人呢就謀反咗呂布啦。係魏續啊，記唔記得啊？親戚啊。高順講得好啱嘅，從來都係你唔聽人講，而唔係冇賢臣喺身邊。你將啲兵俾晒魏續，都唔俾高順，都唔緊要啊。而家魏續係夾埋其他人一齊去謀反你啊，所謂嘅親戚啊，仲係捉拿咗高順、陳宮，咁啊連同呂布3人咧就拉到去曹操面前啦。只有呂布希望降曹，而高順同埋陳宮寧死不屈，一個足智多謀，一個驍勇善戰，二人真英雄也。呂布當時就大嗌：鬆綁啊！曹操就笑住說：綁虎又焉能不緊呢？呂布就答佢啦：曹公，你所顧慮是我，現在我降服於你，天下憂患已經大大減少啦。只要派我率領騎兵，曹公你率領步兵，就能夠統一天下啦。曹操諗咗陣，望一望劉備，劉備就陰陰濕濕咁講啦：君不見丁原、董卓之事乎？曹操就點點頭咁講：本想給你活路，但有人認為不妥，只好殺死你了。呂布喺走嘅時候大罵劉備：你罪不可信啊！呂布、陳宮、高順3個被處絞刑，得到全屍，隨後送咗去許昌埋葬。嗱，一連2集呂布嘅故事咧都係正史嚟噶，主要係參考咗文獻、三國志同埋後漢書嘅。嗱，呂布及其身邊嘅人咧都非常之精彩噶，尤其係陳宮同埋高順。嗱，小弟咧非常之明白點解《三國演義》呢本小說咧會將大部分嘅功勞，高順嘅功勞都交咗俾張遼啦，因為高順出場嘅時間實在太短啦，而之後咧張遼會跟住曹操嘅，咁所以如果將所有嘅功勞都交俾張遼嘅話，咁就塑造咗一個更加大嘅英雄形象俾張遼，而更加令到大家深入民心。但係我咁講，亦都唔代表張遼係渣噶，只係前期張遼係未有太大嘅發揮。去到曹操嘅身邊，曹操先至識得用佢。佢嘅情況同趙雲就好相似啦。趙雲係要等到諸葛亮出山之後，先至開始有見到多嘅功勞。可以咁講，每個人
都有自己嘅機遇嘅，就睇下你幾時遇到賞識你嘅人呢一個明主啦。喺現代話嚟講，你即係幾時遇到你嘅貴人啊？今集講咗呂布同埋高順，長咗少少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多謝晒大家收看，拜拜。感謝大家一直嘅支持啊！如果想更有效揾到你哋想睇嘅節目，請你哋免費訂閱 Cat Panic 嘅頻道。入到去可以按播放清單，即係 Playlist， 所有節目已經分門別類。不正常研究所係講一啲古靈精怪嘅嘢，例如外星人、古文明等等，懸而不解之謎。1mm 係我製造嘅音樂，所有嘅樂器同埋唱都係我自己一手包辦嘅。香港爆屎係我同情報泰利一齊合作嘅節目，主要係講緊香港二戰時期嘅事件，內含粗口、PG 家長指引，但係好值得收聽，可以俾你了解更多英軍當時點樣保衛香港。最後要介紹嘅就係講舊史，呢個係我搜羅咗好多唔同嘅本地文化，見證住唔同嘅歷史、有趣嘅事件，甚至乎係我哋日常接觸到嘅事，見證住各種嘅興衰。Cat Panic 頻道希望可以帶俾你唔同嘅回憶同埋其他嘅小知識，感謝各位支持。